根据地消防署的统计，找无路占山难事故的原因占大约37%。民间搜救的教练也建议讲，爱早卫星定位的装备，确保若是失联的时阵，会当回传位置，互人去搜救。国家公园署最近也当咧建议，要修国家公园法，规定未来若要去爬山进前，就要投保登山险，互家己的安全加一份保障。 伫春节期间，有山友去爬大坝尖山，毋过因为体力无够，家己对袂着其他山友煞失联。今年春节天气变化大，关山的状况无稳定，地区救援难度也增加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春节期间山难就有12件，也投入救援人次166人。为着要提升民众爬山的安全意识，国家公园署建议要修国家公园法，未来若是要爬山，除了申请入山证，也要投保登山险。 这样子的一个保单出来哦，它会保你意外事故的，它会保你医疗的，它一样会保你紧急救援的。那其实这个它就是一个我们出去玩，我们出去外面玩，我们会去保一个险，来增加我们的内心的一个保障。目前国家公园署会针对国家公园法管理的山隙讨论修法草案，未来也希望林保署地方管理单位做伙来研议修法的可能性。根据消防署统计，104年到113年，计共发生3450件的山隙事故，其中找无路就占1263件上济，大约37%。民间搜救教练也表示，除了爬山前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准备离山的地图、卫星定位的设备也真重要。因为卫星电话它是我打电话，我去零线上面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我告诉你我现在发生什么事。可是因为它是我开机，我按追踪之后，我放在我身上，我随时在走，它10分钟会回传一次你的定位。专家建议爬山爱早卫星定位设备，会当减少发生意外搜救找人的时间。另外建议登山险会当加保紧急救援险，预防若是有意外发生，事后会使降低家属的负担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